皇上，还是吃点菜吧。丽妃，朕今天很不开心。朕给吴三桂下了一道旨，让他进京养老，他居然以年老不堪跋涉为由拒绝了朕。他如此公然抗旨不遵，这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敢吭声的。朕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早晚有一天，朕要亲手结果了这老贼。皇上，你喝多了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朕没醉，你接着陪朕醉。皇上，明日啊，您还要早朝呢，您还是早点歇息吧。来，皇上小心。皇上，哎，床在那边。皇上，哎，小心啊，慢点儿。来，皇上，这。倾城，啊，今夜是最后的良机，你可千万别再犹豫了。可是，如果现在就杀害了皇上，咱们的身份就暴露了。我们倒是可以逃出宫去，却会连累永和宫的众宫人啊。你放心好了，王爷给了我一瓶秘制毒药，康熙喝了之后，要7日之后才会发作，到时候谁会怀疑到咱们的身上？原来你根本就没有喝醉。朕要是真的喝醉了，那岂不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？臣妾不忍伤害皇上，可又担心小弟的安危，左思右想，我才想到了这个，向皇上自首这唯一的办法。皇上，求您公开下旨，就说臣妾弑君失败，却又拼死不肯说出幕后主使，所以被处以极刑。这样，平西王看在臣妾没有背叛他的份上，兴许还能饶过弟弟的性命。皇上，丽妃娘娘虽然犯了滔天大罪，但是她也是被逼的，能不能让她将功折罪啊？主子，要不要马上派人把雪嬷嬷先抓起来？先不要轻举妄动，这个雪嬷嬷不会是个小角色。朕的心头大患是吴三桂，可惜啊，这朝中重臣意见不一，有些人真是猪油蒙了心，到现在还想着与吴三桂维持现状，却不知道吴三桂已经动了弑君之心。皇上，那捉拿了雪嬷嬷，不就能证明吴三桂的狼子野心了吗？那时候谁支持吴三桂，那就说明他对皇上不忠，是奸臣。二，你是不知道这些朝中大臣有多难缠，他们一面受着吴三桂的好处，一面又忌惮吴三桂的实力。若是到时候雪嬷嬷抵死不认罪，只有雪倾城一人为证，那他们还会一口咬定这个雪倾城不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而是朱明联盟的奸细。到时候还会劝朕休要中了离间之计。雪姐姐怎么可能是明珠谷的奸细呢？她弟弟还在吴三桂手上呢。臣妾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弟弟，实在不知弟弟是否安然无恙。没想到后宫之中居然混进了吴三桂的奸细，还受到了朕的宠爱。如此丑闻切不可外传，只能朕和你们几个知道。奴婢明白。奴才遵旨。至于这个雪嬷嬷，咱们切不可打草惊蛇。她既然要弑君，那朕就给她这个机会。只要坐实了吴三桂的弑君之罪，这样朝中大臣就再无人敢替吴三桂辩解，统一了群臣之心，要对付吴三桂就容易多了。皇上英明，
奴才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叶欢，这次你又立了大功。皇上，那您的意思是要重赏奴婢了吗？对，朕允许你再去宝库中挑选几样宝贝。多谢皇上赏赐。那丽妃娘娘准备怎么处置啊？丽妃，你虽然有罪，但都是受人胁迫，情非得已。你冒死向朕揭发了吴三桂的阴谋，又处处替朕打算，足以见你待朕的一片真心，比朕的舒婉心更值得朕珍惜。朕今日便赦了你过往之罪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舒婉心，舒婉心就是你。这潜入后宫之中行刺一事，全是吴三桂的奸细雪衣居士一人所为，与你毫无关系。臣妾谢主隆恩。小徒，叶欢，你们听明白了吗？奴婢听明白了。奴才听明白了。恭喜丽妃娘娘！恭喜丽妃娘娘！是我太大意了，像你这样一个谨慎克己的君王，怎么可能会放浪形骸、大罪而免？哼！不过你今天也出不了这个永和宫。师傅，你还不赶紧认罪投降？清朝，你……我说康熙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？原来是你出卖了我！你跟吴三桂一直以小弟的性命胁迫我，可是我弟弟早在3年前已经意外身亡了，你们却一直瞒着我。你弟弟根本就没有死，他还好好活着呢！你别骗我了，我什么都知道了，我已经全都告诉皇上，皇上也饶恕了我的过往之罪。师父，只要你能悬崖勒马，真心悔过，协助皇上早日铲除吴三桂，皇上也能对你既往不咎的。倾城，你真是糊涂！你怎么会不相信为师的话，去相信这个皇帝？倾城，你弟弟他真的还好好的活着呢。雪衣居士，你的身份已经暴露，再骗雪倾城也是没有意义了。康熙，是你骗倾城说他的弟弟已经死了吧？可是你怎么能识破倾城的身份？其实早在山西的时候，被吴三桂的人马追杀，朕就已经怀疑你们了。原来你早就怀疑我们，可是你却一直不动声色。你城府之深，果然是做帝王之才。当年，我梅花门上下500多门徒，全都命丧于明军铁骑之下。是王爷救了我，还有剩下的几个门徒，所以王爷对我梅花门恩重如山。我雪衣居士又怎么可能对王爷背信弃义？那岂不是天理难容？皇上，王爷是先帝封的藩王，对大清有恩，绝无二心。这次雪衣居士行刺，是我一人所为，与王爷毫无关系。你真的就心甘情愿替平西王去死？师父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皇上说过，只要你能指认吴三桂的罪行，就能饶恕你我不死。我再也不会相信你这个阴险狡诈的大清皇帝。倾城，你既然已经出卖为师，那么为师也不会再念咱们师徒之情。皇上，你只知道倾城是我的徒弟，你可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？皇上，我雪衣居士的敌人是朱明，并不是大清，所以对皇上而言，无论是我还是王爷，都不是你的敌人。你真正的敌人是那些反抗朝廷的乱党。自大清开朝以来，
一直有文人以前明臣子自居，不肯到清廷就职。各地也一直都有反抗朝廷的乱党，不过那都是小打小闹，不成气候。朕现在心里最担心的，就是吴三桂。看来皇上还是低估了那些前明余党。这样吧，我雪衣居士任由你处置，只要不将我的罪迁怒于王爷身上，那我将戴罪立功，揭发这宫中的另一伙奸细。前明的晋王李定国，他并没有死，而是领导着一股反抗朝廷的力量。这些年，他们韬光养晦，形成了气候。只要皇上答应我的要求，我就会揭发这宫中的李定国的奸细，并会和你们一起剿灭明珠谷。皇上知道，这明珠谷地势险要，机关重重，只要有了老奴，你们才有可能将这明珠谷一举剿灭，永绝后患。师父，你这是要引祸江东，为吴三桂开罪吗？皇上，老奴所说的句句是实话。这李定国在宫中安排的奸细，雪倾城就是其中之一。为了替你梅花门复仇，为了效忠你所谓的大恩人吴三桂，你在明珠谷藏了这么多年。六师傅，你可真是忍辱负重。您是？六师傅，我奉旨擒拿你。永和宫外到处都是高手，你逃不掉的。你我师徒一场，我不想伤害你。你投降吧。我说皇上的功夫怎么会突然间这么高？原来是你！师父，别再执迷不悟了。吴三桂是天下人人唾弃的大汉奸，你为他卖命，这会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。现在醒悟还来得及。古人云，女人为了爱情，什么都可以牺牲。你是为了他才背叛为师的吗？我杀了你！六师傅，论功夫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投降吧。罢了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以死来向王爷谢罪了。六师傅，倾城是您从小一手养大的，就像您的亲生女儿一样。她狠不下心来对你，难道你要狠下心来对她吗？他现在眼里完全都只有你，哪有我这个师傅？六师傅，灭你梅花门是明君，欠你的是我大明，是朱氏，跟倾城没有半点关系。你放了他，我来做你的人质。我的武功虽然不如你，但是我的心智却胜于你，我才不会上你的当。不要伤害雪姐姐！六师傅，你听我的，你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双眼。如果你现在杀了雪姐姐，你不可能离开紫禁城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放了雪姐姐，我跟皇上求情，让他放了你，怎样？少在这假惺惺的！我现在就去见康熙，我要把你们所有人的真面目，还有这明珠谷所有的秘密告诉他。大不了，咱们到时候鱼死网破，两败俱伤。住手！大胆狗贼！赶快把丽妃娘娘放了，饶你不死！丽妃娘娘，真是瞎了你们的狗眼！你们把她当娘娘供着，却不知她是反抗朝廷的乱党。你说什么？不光是她，还有这李太医和她所谓的妹妹李易欢，他们全部都来自前明与你联盟的明珠谷。够了，雪衣居士，你受平西王指使刺杀皇上不成，
反而挑拨离间，诬陷我们兄妹跟丽妃娘娘。你以为皇上现在还信你吗？薛嬷嬷，你若再胡言乱语，我便自行了断。京城，你虽然出卖为师，但是为师不是真的想让你死，更不想我们两个人都死在这儿。师父，易欢，你如果想让我放了京城，除非你来替他做人质。不行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环妹，放心吧，朱哥哥，他现在只想赶快离开紫禁城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他不会伤害我的。拿我来换雪姐姐。易欢，走，让开，都别动，让他们先走。让开，不然我杀了他。别敢过来！千万别乱来啊！你逃不出紫禁城的。你给我走开！走开你们，不然我杀了他！随我上摘星楼，别耍花样。好，我随你上去。把这包围起来！学艺居士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六师傅，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。你只要别跟他们出卖我跟朱哥哥的身份，更不会出卖明珠谷，我就保你安全的离开紫禁城。你以为我还会再相信你吗？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你们居然会出卖我，来换取康熙的信任。好，我要活着到颠都见王爷，告诉他你们明珠谷联盟与他结盟根本就是假的。花儿，你别怕，朕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哎，皇上，你不能去啊，上面太危险了。皇上，你可千万别轻举妄动，让你身边的人也别强攻啊！奴婢还年轻，奴婢还不想死呢。把兵人都收起来！把兵刃都收起来！六师傅，你看到了吧？皇上还是很在意我的。早知道你这丫头如此能耐，当初我们6位师长又何必煞费苦心，培养倾城来施这个美人计？刘师傅，咱们何必两败俱伤呢？只要你不出卖我们的身份，我保你安全。再说了，你现在别无选择，只能相信我。好，若非万不得已，我也不希望两败俱伤。但是，你要随我一起离开紫禁城，去颠都见王爷。好，一言为定。皇上，奴才有话想要禀告。说。此话不方便在此讲，请皇上先移驾。现在就说。主子，奴才刚才领旨去帮着李太医捉拿刺客，可奴才刚一进去，这雪衣居士就说什么了？雪衣居士说，李太医还有易欢姑娘、丽妃娘娘，他们都是朱明联盟的乱党，而且他们都来自一个朱明联盟的基地，叫做明珠谷。雪衣居士真这么说的？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绝不敢胡言乱语。不光奴才听到了，这几个侍卫也听到了，还有李总管，他也听到了。回皇上，雪衣居士
确实如此说，可易欢姑娘当场就戳穿了他的诡计，并指证这雪衣居士乃是平西王派来的，他的目的是为了挑拨陷害。皇上，我兄妹二人对皇上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。欢妹还在雪衣居士手里，生死一线，皇上却在这儿怀疑她。若是让欢妹知道，她该怎样寒心呢？皇上，此番擒拿吴三桂的奸细，李太医和易欢妹妹都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他们兄妹二人，无异于是皇上的左膀右臂。此番这刺客还没有抓到，皇上可千万不要中了雪衣居士的离间之计，自断臂膀啊！是啊，皇上，这雪衣居士确是吴三桂派来的奸细，他说的话不可全信。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奴才只是不敢知情不报而已。现在只有雪衣居士一面之词，是非曲直到底如何，奴才也不敢妄言。凭什么？朕不会相信吴三桂的挑拨离间之计的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这雪嬷嬷武功极高，若强行动手，只怕会置欢妹于险境。不如先放他们离开。欢妹古灵精怪，一定能找机会脱身的。现在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皇上，奴才马上安排人手，在各个关卡路口拦截雪嬷嬷。不行，朕不想因为一个小小的奸细而危害到易欢的性命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们还有多少是瞒着我呀？叔父，有些事情并不是我非要瞒着你，而是知道太多，对你并没有太大好处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这舒婉心既是舒剑的女儿，舒剑又是皇上看重的臣子，那她怎么就跟雪嬷嬷成了吴三桂派到宫中的奸细了？而她又是你们朱明联盟的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件事情很复杂。叔父在宫里这么多年，难道还不明白与人隐私者不祥的道理？康熙早就知道丽妃是吴三桂的内奸了，但他始终没有说过。是因为他不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个秘密，叔父又何必一定要知道呢？你以为我想知道这个杀头的秘密啊？不还是被你们给连累了吗？哎，现在可怎么办呢？皇上虽然是不动声色，但他肯定是疑心你们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在雪嬷嬷是吴三桂内奸这件事已经坐实了，事情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。唉，你们呐，你们就是我李德福的噩梦啊！唉，一直以来，我们都怀疑李氏兄妹和雪倾城一样，都是吴三桂的奸细。但是现在，他们又帮着皇上捉拿雪衣居士。这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否判断错了。可是我听到了雪衣居士那段话以后，我才明白，原来李氏兄妹并不是吴三桂的奸细，而是明珠谷的乱党。但是皇上却仍是不肯相信，对吗？这次的情形很像是上次我们捉拿鳌拜时候的情形。李氏兄妹捉拿了鳌拜，鳌拜指认李氏兄妹是乱党，李氏兄妹却是鳌拜是在挑拨离间。而这一次，当雪衣居士说出李氏兄妹身份的时候，也正是李氏兄妹在拼命捉拿他之时，皇上自然会认为，这雪衣居士也是在挑拨离间他们。皇上就这么相信李易欢？先有鳌拜，现在又有雪衣居士的指认，可皇上居然仍不忍心怀疑他。皇后，正所谓当局者迷。一直以来，皇上所能感受到的，都是李氏兄妹在拼了命的保护
护他。而这雪衣居士和鳌拜又都是他的政敌，他自然会偏向李氏兄妹多一些。可是以皇上的聪慧，我相信在他的心中，多少都会对李氏兄妹有一些疑心和戒心。我们只需要静待时机，一点一点地增加皇上心里的这份疑虑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皇上会醒悟过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皇上吉祥。皇祖母吉祥，孙儿给您请安了。不必拘礼了，快起来吧，坐吧。皇上可是一夜未眠呢，这眼圈儿都发黑了。没事儿，孙儿年轻，偶尔失眠一次不打紧的。皇上，你可知道这丽妃和雪嬷嬷居然是吴三桂的奸细吗？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皇上居然把哀家瞒得密不透风啊！皇祖母息怒，孙儿并不是有意隐瞒，而是孙儿想将计就计，擒下这个雪嬷嬷，所以才让人封锁了消息。你就打算让这雪倾城顶替舒婉心留在宫里吗？她可是身怀绝技呀，万一她另有图谋，可如何是好啊？皇祖母放心吧，孙儿已经加强了安防，这雪倾城的一举一动，都在孙儿的掌控之中。眼下朝野上下，如鳌拜、吴三桂等心怀不臣之心的人还大有人在。虽然想要杀一个奸细容易，但会让更多的奸细与朕敌对到底。若是孙儿采取怀柔之策，让这些奸细权衡利弊之后向孙儿投诚，那就能换来更多的人心归附啊！那雪倾城，他真的是向朝廷投诚吗？听说那雪嬷嬷曾揭发了这雪倾城和李氏兄妹都是前明的余孽呀。你可不要怪罪皇后，她可是六宫之主啊，这后宫之中的事儿，她都应该过问。皇祖母，这雪嬷嬷啊，就跟鳌拜一样，都是报复雪倾城和李氏兄妹，故意挑拨离间。皇祖母不必在意。此次雪嬷嬷虽然逃走了，但是吴三桂要弑君之事已经坐实，权臣就再也没有人敢支持吴三桂。以后孙儿要撤藩啊，也就容易得多了。皇祖母，这都是雪倾城和李氏兄妹的功劳。可万一这雪嬷嬷所说属实呢？皇祖母，眼下只有雪嬷嬷一人为证，并没有旁证。孙儿不想轻举妄动，孙儿不想伤了那些有心归附孙儿之人的心。但是皇祖母请放心，孙儿一定会暗中派人核查他们兄妹俩的身份。哎呀，只要皇上心中有数，哀家就不想操太多的心了。你看这个，喜欢吗？喜欢就拿一个。哎呦，是啊。这个地方我好像来过，我7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名诸谷，义父带我来的就是这儿。你瞧一瞧，这滇州的百姓安居乐业。若康熙真的要撤藩，势必又是一场腥风血雨。你真的要帮康熙与王爷作对吗？六师傅，我们不是有意要出卖你，我们也有自己的苦衷。有什么苦衷，还是跟王爷说去吧。看看王爷是否真的会相信你说的话。你就是李易欢？小女子李易欢，见过王爷。17年前你刚刚出世，
本王就曾见过你。说来也怪，本王一生杀人如麻，却从未对谁心慈手软过。唯独当年想要杀你之时，你却对着本王突然那么一笑，看着你那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本王居然下不得手。看来你果然命硬。易欢多谢王爷不杀之恩，让易欢啊多享了这17年的人间繁华。果然是个伶俐的丫头，难怪也未见得如何倾国倾城，却能把康熙迷得神魂颠倒。王爷，您过奖了。其实我对皇上来说，不过是跟他后宫诸位家里稍有不同的野丫头，他对我啊，不过是一时新鲜罢了。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，他和康熙早就已经是两情相悦、两心相许了。是吗？李定国一心要光复朱明王朝，他一世英名，却走了这样一步错棋，把唯一的女儿永历帝钦点的太子妃送到了大清皇帝身边。没想到，你却偏偏喜欢上了大清皇帝，哈哈，真是讽刺，哈哈哈哈，太讽刺了。哼。王爷，您可能误会了，我喜欢的是我大师兄朱哥哥。我跟我大师兄啊，从小青梅竹马，早就定下了婚约。我对康熙呢，就像雪姐姐对康熙一样，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，权宜之计。王爷，这丫头满嘴跑马，死的都能说成是活的。王爷，你要小心，不要上她的当啊！是吗？那本王倒要看看这丫头如何向本王解释，他们将你和倾城出卖给康熙之事。王爷，我爹是真心想跟您结盟的，我们这次也不是有意破坏盟约，出卖六师傅来博取康熙的信任，而是迫不得已。因为这个裘贵啊，把真的舒婉心带到了索额图那儿，不得已才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让雪姐姐假装认罪，戴罪立功。这样呢，牺牲六师傅一个人，可以保全我，保全雪姐姐，保全了大师兄。这也是叫什么来着？舍居保帅之意。对，舍居保帅。照你这么说，我倒该感谢你们明珠谷。哎呀，王爷，您太客气了。我们现在就是一家人，互相帮助，互相扶持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这丫头，真是舌战莲花。如果你们是舍居保帅，为何当时不提前通知我，而是瞒着行事呢？你看你六师傅，我怎么跟您说啊？我们说牺牲你一个人，保全我们大家，你愿意吗？你肯定不愿意。再说现在，你虽然暴露了，但是王爷，雪姐姐还在啊。雪姐姐留在康熙身边，继续为您效劳，而我们明珠谷呢，保存了实力，对王爷您来说也是件好事，是不是？王爷，你休听他胡说。如果当时不是我急中生智拿住了倾城作为人质，那我现在早就已经成了刀下亡魂了。而他们一定会让康熙以我为人证，给王爷定下个弑君大罪，逼着王爷反叛。到时候他们明珠谷就可以从中渔利了。你看，六师傅，哎，咱分析一下啊，当初是不是你没能杀了裘贵，才导致了这么多事情的发生？是不是？你现在怕王爷责怪你，当然急着推卸责任了，口口声声说什么王爷对你有恩，你效忠王爷，可你呢，明知道皇上也有撤藩之意，只有王爷跟我们一起联盟，才能面对这个危机。你现在干什么呢？你现在在挑拨我们跟王爷的关系，你有何居心啊？王爷，
我对王爷真的是一片忠心，天地可见呐。他们明珠谷与王爷结盟是假，想要挑起王爷和朝廷的矛盾，他们好从中渔利才是真的啊！王爷，好了，不必多说了，本王自有判断。来人，在，把李一欢带到别院，好好安置。卑职遵命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严离，谢皇上。怎么样？有易欢的消息了吗？刚刚得到消息，易欢已经被雪衣居士带回了滇都，直接带进了平西王府。那平西王有何反应？尚不清楚。微臣正在想办法打探消息。朕刚刚亲手拟了一道圣旨，令人快马送往滇都。朕故意用生气的口吻责问吴三桂，雪衣居士是否是他的手下，行刺朕是否出自他的授意。皇上圣明。如果皇上不动声色，和和气气地说吴三桂是清白的，雪衣居士是在栽赃陷害的，只怕吴三桂会觉得皇上是另有所图，会对他不利。但皇上直接生气地质问他，反倒透着股亲切之意，会让吴三桂觉得皇上对他尚有信任可言。李爱卿不简单呐，朕的心思你都能懂。皇上过奖了，臣不过是偶合圣意而已。吴三桂现在只有2个选择：一是撕破脸，杀了易欢，然后立刻起兵造反；二，放易欢回来，同时把雪衣居士押解进京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继续和朝廷维持表面上的关系。李爱卿，你觉得平西王会作何选择？皇上，臣对平西王并不了解，对他的实力更是一无所知，臣不敢妄言。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学起索额图了？说实话，朕也不知道吴三。王爷知道姑娘好美食，这些都是王爷特意为姑娘准备的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这么大院子就我一个人住啊，王爷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把我送出去啊？哼。德行，亏什么也不能亏了自己肚子呀。早就听说云南美食最好吃了，今天总算大开眼界。哎呀，这是地形图。玉欢就被关在这个小院子里。啊，对了，滇都晚上都是要宵禁的。这是出城的令牌，你收好。可是，王爷明天一旦发现没人，你岂不是脱不了干系？没关系，我就一口咬定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。可这令牌，极少有人有机会能拿到。王爷是不会相信你的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方可谈。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手握乾坤，仙风女子在云端，
花开之间，留蝴蝶掌心清泉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弹千秋，万事还原，心中细流，回远方清泉，回首一生路漫漫，天与地开在眉间，弹千秋，万事还原，书继续情。